被指利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成果大发横财。法国国家检察院以隐瞒反人类罪之名，正式启动针对包括日本优衣库、美国斯凯奇等4大国际服装及鞋类巨头的调查。4月初，法国反腐败协会 Sherpa 一个伦理团体、欧洲维吾尔人学院以及一名曾在东突厥散被集中关押的维吾尔妇女联合向法国司法部门提出控告。法国国家反恐怖主义检察官办公室6月底正式启动调查。法国民间组织指控日本优衣库拥有萨拉的世界第2大时装集团、西班牙英迪德 SMCP 以及美国斯凯奇鞋类公司出售、推销部分或全部被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所在的工厂生产的产品。指控方认为，上述企业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努力，以保证他们的分包商提供的商品绝对不是被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生产的产品。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北京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破坏行动已经遍及全球近30个国家，主要是因为那些维吾尔人所在的国政府恐惧北京的威力和影响力。报告撰写人表示，要解决跨国破坏的问题，迫切需要那些相关国家政府的合作。华盛顿非营利研究机构阿克苏斯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上星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叫做《维吾尔跨国破坏的新数据库》研究和分析了自1997年至2021年3月在全球28个国家发生的1546起对维吾尔人的拘捕及处决事件。在报告中显示，北京跨境针对维吾尔人的攻势已经在全球众多国家展开，从中亚和南亚快速扩大到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报告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反流氓战略所针对的目标人一直都是那些政治活跃的人士，但随着2017年以来大规模镇压的开始和东突厥散拘留营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华盛顿邮报星期3报道说，中国已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带建造独立专家所说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这种大规模的建造可能标志着北京正在大幅扩展其核能力。报道说，位于加州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中国甘肃省覆盖数百平方英里的干旱地带，数十个地方正在开工。这119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工地，其特征与人们看到中国现有核弹头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相似。港警方以防疫为由，禁止多个泛民团体在7·1举办游行及集会。昨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香港回归24周年。在香港国安法实行的背景下，香港近18年来首次在7·1当天没有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香港警方分比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指定范围，包括中央草坪、足球场及篮球场。相关出入口同时被封闭，以阻止已被禁止的公众集会及游行进行。警方说，任何人进入相关地点或在场逗留将属违法，最高可判监禁12个月。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嘉诚为北京为镇压民主集会而实施的国安法辩护，称明年将进一步使用该法来恢复稳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在武汉病毒疫情进程中面临经济困难的朝鲜将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做出努力。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致电习近平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金正恩在贺信中称，为发展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而将做出努力。